文化部的成立礼金1200块，6月7日就要开始发，这18岁到21岁拢会当领到。国家两厅院，还有台中歌剧院、画舞营艺术中心，还有国家交响乐团，因是做伙宣布讲，到年底会配合成年礼金，开出7000个介绍只有300块的青年座位，要鼓励这少年囡仔大家来接触艺术。 这是新点子实验场的表演，因的表演会邀请观众做伙互动，突破想象。6月7日开始，少年家若领到文化部的成年领金，就通买票来国家两厅院看演出。伫咱少年人伫青春的时阵啊，就互表演艺术行入去大家的生命内底伊行入内底，行入生命内底，事实上就真困难，搁离开啦为着推展艺术表演，国家两厅院、台中国家歌剧院相关的3馆集团宣布，到年底要推出票价300块的青年座位7000张。若使用新年礼金来买票，搁拍5折，希望让青年马通加入国家级的剧场，接触不同的表演。 其实我们的身上有的钱其实都没有这么多，相比于电影或其他形式的娱乐，真的是相对比较花费比较多的一个途径。有学生代表就表示，虽然家己是爱去剧场看戏的人，但身躯边的朋友就真正较无接触剧场。 画舞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表示，自文化部宣布要分新年礼金以来，因的青年卡片申办量就占3成多。因认为，少年人过去考虑表演艺术的票收贵，即个有政府的资源入来，无的确会当成少年人来接触艺术。 过程里面，他有没有那个契机去接触到某些特定的东西？这个或许就会变成他未来，他要是有余力去参加的话，他就会去。 文化部的成年礼金政策，第一档的预算超过10亿，全国18岁至21岁，估计有900万的青年，拢通领到1200块。除了会当看国片、买册，嘛通行入剧场。文化部长嘛表示，唔惊人来，是惊无人来。即个推展剧场结合成年礼金，就是希望鼓励少年人行入剧场来看表演。记者陈文丢有随台北采访报道。